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26日，诗篇31篇第7节安尼讲：我要因为你的慈爱欢喜快乐，因为你有看见我的艰苦，知我内心的苦痛。三个来祈祷，看见我内心艰苦的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的上帝，你是慈爱的天父。你是用慈祥的笑面来帮助阮的拯救主，伫每一天，用你的慈悲来看顾阮；伫每一时，用你的疼痛来怜悯阮；伫每一刻，利用你的恩典来赏赐阮，我要深深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当阮的心忧闷郁卒，当济的忧愁烦恼伫阮的内面着急的时，你爱阮单单来仰望你，你爱阮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有看见阮的艰苦，知阮内心的苦痛。你要互阮因为你的拯救甲慈爱来欢喜快乐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将咱的艰苦、将咱的苦痛交托予伊。伊要用伊的慈爱，互咱通有欢喜甲快乐。愿主的疼时刻甲你相甲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